定係股票？佢根本概念啊就係我哋覺得呢間公司好有發展、好有潛質，我哋係買緊佢未來嘅潛力，或者我哋覺得佢會賺錢啊，我哋就買咗佢股票，係喺佢盈利嗰度分一杯羹。而呢個分一杯羹嘅方法咧，就係派發股息啦。其實啊，買股票就係好似用一個老闆嘅身份，就係我要投入呢間公司，我要做呢間公司嘅股東。你今日唔會話我就係呢間公司嘅老闆啊，聽日就係話我唔做啦，我唔識搞呢樣嘢啦，我又做咗其他公司嘅股東咧。究竟係咪咁樣咧？講到買股票啊，其實係一個英明嘅老闆做嘅一個眼光獨到嘅投資決定，令我諗起一個1980年呢一個可歌可泣嘅故事，就係一個好英明嘅老闆啊，睇中咗可口可樂嘅股價大大被低估，因為當時咧佢比百事可樂竟然打到 PK， 但係呢個老闆咧就見到幾樣嘢，第一就係可口可樂嘅品牌力量，第二就係佢哋嘅經營模式，第三就係佢哋嘅市場潛力。可口可樂當時諗住啊，呢個產品啊係用嚟代替水嘅，即係飲可樂唔飲水，市場嘅力量幾大。佢哋揸住一個獨特嘅配方，就係喺幾個地方生產呢個秘密嘅糖漿，分發到世界各地，可以 license 出去啦，或者係自己開一間樽裝嘅生產商去生產，供應到地球嘅每一個角落。就係因為一個咁嘅潛力，一個咁嘅品牌嘅力量，巴菲特就喺1980年一路揸到現在，總共40幾年。你哋又知唔知道而家可口可樂嘅股價值幾多呢？係70蚊，70幾啊！一個368到70幾，喺呢40年裏邊，佢哋暴升咗70倍嘅 growth。巴菲特就話啦，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諗呢？就係我哋投資啊，就係好似揸住一張得20個印仔嘅印仔卡，一生人只可以做20次決定，每做一次就吸一個印仔。如果用呢種思考模式嘅話，我哋又會點樣去選擇我哋嘅投資？我哋投資嘅時候咧，會唔會小心好多呢？而佢嘅好拍檔 Charlie Munger 又點講呢？